大家好，我係力高，歡迎收睇幾分鐘變專家。又到咗復活節啦，我諗大家都知道復活節本身係紀念耶穌死而復生。不過我有個問題想問咗好耐噶啦，耶穌復活關阿兔仔同朱古力蛋咩事呢？聖經入邊冇講過耶穌復活之後食朱古力蛋同埋養兔仔噶喎。家陣你睇下呢隻兔仔拎住成籃蛋偷翻嚟噶，呢隻又坐喺蛋上邊孵緊蛋啊！連小學生都知道兔仔係胎生噶啦，佢做乜去孵蛋，仲要孵朱古力蛋？學做培育員啊！復活節點解會俾兔仔同朱古力蛋霸佔咗嘅呢？定係背後隱藏住一段比基督教更古老嘅歷史呢？今日我同大家穿越幾千年，由古埃及歷史講到現代商場觸覺，拆解呢個九唔搭八嘅組合，點樣變成今日普天同慶嘅節日習俗？想知真相，記得睇晒成條片啊！出發！好，我而家就邀請大家坐上時光機，我哋翻去3000幾年前開始講起。我哋翻去古代埃及嘅時代，當時嘅人完全唔識耶穌，更加唔知道乜嘢係復活節。但係佢哋知道，當春天一到，日照變長，萬物開始生長，豐收嘅日子即將嚟臨。對當時嘅人嚟講，絕對係可喜可賀。為咗慶祝春天嘅來臨 ，Vernal Equinox 呢個圍住春分時間點嘅節日就誕生啦。但係歷史就係咁巧，就喺3300年前，當時嘅猶太人正就喺埃及做緊奴隸。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一套好舊嘅西片，個戲名叫做《十誡》，就係講述當時先知摩西點樣帶領猶太人逃離埃及，去到今日以色列附近地區重獲自由。為咗紀念呢次執翻條命嘅大逃亡，猶太人就創立咗佢哋最重要嘅節日逾越節。因為呢場大逃亡發生喺春天嘅，所以佢哋慶祝自由嘅日子就咁啱同古埃及人慶祝春天嘅日子撞埋一齊啦。唔單止咁，當時嘅歐洲北面冬天時分，每日日照時間可能得個4-5個鐘頭。當春天嚟臨，日照變長，原始印歐人就相信一定係得到春天女神 Estella 嘅眷顧，所以喺呢段期間都會慶祝一番。聽到呢度，你有冇覺得無論係埃及人、猶太人定係原始印歐人，一到春天，大家竟然同步舉行節慶？最神奇嘅係呢3種完全唔同背景嘅節日，竟然不約而同咁揾咗同一樣嘢做代言人。呢一樣就係蛋啦。喺節慶期間，埃及人會喺鴕鳥蛋上面記低當時嘅情形同埋願望，猶太人會喺逾越節嘅餐台上加隻烤雞蛋，代表生命循環。而原始印歐人最中意將雞蛋游到花呢碌，然後喺山坡玩碌蛋遊戲。亦都係因為地理關係，原始印歐人經常喺春天見到好多野兔繁殖，所以兔仔亦都成為佢哋慶祝春天嘅代言人之一。呢啲傳統習俗一直流傳咗1000幾年。耶穌受難後復活，今晚又喺呢3個節日期間發生。由4世紀開始，基督教傳到去歐洲，要當時歐洲人改信耶穌，基本上都唔係一件困難嘅事。但係要佢哋放棄代言咗1000幾年嘅蛋同兔仔，簡直難過登天啊！點解咁難呢？轉頭俾答案你啊！事情去到公元7世紀左右，就遇到一個契機。當英國同德國一帶嘅居民慶祝緊春天女神嘅節日，教會為咗宣傳教義，就將耶穌復活同埋春天女神撈埋一齊，就好似電影食神嗰句名句咁。爭咩啊？兩樣溝埋變做瀨尿牛丸啦笨！就係咁上演咗一場史上最強嘅借殼上市計劃。復活節個名改翻同你哋春天女神個名差唔多，叫做 Easter， 留翻隻兔仔同蛋做代言人，因為佢哋代表生命，同耶穌復活嘅概念完美結合。但係內容就植入耶穌復活嘅故事，就係咁。由3000幾年前古文明出發嘅蛋同兔仔，經過耶穌嘅洗禮，最後披住日耳曼女神嘅外衣，順利進化成今日我哋慶祝緊嘅復活節啦。所以話呢，復活節其實係一個跨越3000幾年，由唔同文化疊羅漢
列出嚟嘅全球大節日。頭先我賣咗個關子，仲記唔記得呢？點解信耶穌要戒蛋同兔仔呢？自從喺公元313年開始，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化，後來直頭變埋國教。呢個時候，成個南歐，即係家陣地中海一帶，已經係基督徒嘅天下。以前基督教傳統復活節前有40日係大齋期，信徒要嚴格遵守，期間只可以食一餐，當然只可以食齋啦。肉類、蛋類嚴禁食用，所以雞蛋同兔肉都唔可以食。禁止打獵，甚至禁止夫妻行房。你可以話我偷偷地違規唔得啊？唔好意思，你啲鄰居會及實你，會督你背脊，分分鐘俾人捉你去遊街示眾。OK，我忍，只不過我隻雞忍唔到喎，佢日日都生蛋喎，唔通我日日抌晒啲蛋去咩？所以當時嘅人唯有將啲蛋煮熟保存，為咗分得出邊隻係煮過嘅舊蛋，佢哋會將啲蛋染成紅色或者彩色。呢一種將雞蛋染色活動，實際係一種迫不得已嘅食物標籤。等到復活節一到，大家就會將呢啲儲埋成個月嘅彩色蛋一次過攞出嚟食晒佢，食唔晒仲會送俾隔離鄰舍添，作為一種祝福。但係邊個會諗到，經過千幾年之後，互相送贈彩蛋呢個咁純潔嘅舉動，會演變成為一場鬥門面嘅遊戲啊！大家都知道，古時冇雪櫃噶啦，啲雞蛋擺咗咁耐，可能已經壞咗，送啲壞蛋俾人，到時俾人唱或者 unfriend 就唔好啦。所以去到18世紀嘅時候，歐洲嗰班貴族就諗到，不如我用張紙整成假蛋，入邊收埋糖果或者小禮物，咁樣送俾人咪穩陣咯。後來有人覺得用紙張太 cheap，開始用一啲名貴嘅絲綢或者陶瓷去做假蛋，送俾人之餘，又可以炫耀下自己幾富貴。要講到最富貴嘅假蛋，就一定要提到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由1885年開始，每年都會邀請最頂尖嘅珠寶大師法貝熱製造出法貝熱彩蛋，用嚟喺復活節送俾佢位夫人嘅，亦即係皇后啊。法貝熱彩蛋有幾巴閉？除咗工藝精緻之外，每一隻都有唔同機關，內藏唔同嘅驚喜。有啲彩蛋裏邊有全金嘅小雞，有啲就收埋咗寶石吊墜，又或者鑲滿鑽石嘅迷你皇冠，將呢個送蛋嘅潮流推向巔峰。另一邊廂，英國朱古力廠 J.S. Fry and Sons 早就見到商機，既然大家都咁中意送假蛋，如果我直接用朱古力整成蛋嘅形狀，呢鋪仲唔發達？於是喺1873年，全世界第一隻實心嘅朱古力蛋就面世啦。點知2年之後，即係喺1875年，吉百利呢間朱古力廠就研發出一種可以提煉更純正可知嘅技術，令到朱古力液體變得好順滑，可以好平均咁鋪喺模具表面。就係咁，全世界第一隻空心嘅復活蛋就誕生啦，真正可以喺朱古力蛋入邊收埋糖果或者玩具。一推出就大受歡迎。時間去到1974年，金沙朱古力老細米歇爾觀察到小朋友每逢復活節收到朱古力蛋嗰種發自內心嘅喜悅，就參考咗復活節呢個傳統，推出咗舉世聞名嘅出奇蛋。目的就係為咗小朋友唔使等到復活節都可以每日滿足晒3個願望。你仲記唔記得係邊3個願望呢？記得嘅話喺留言區話我知啦。咁朱古力兔仔呢，就要多得一位德國醫學教授弗蘭克魯。喺1682年，佢一本叫做《醫學諷刺集》第18篇對復活節蛋的常規論辯嘅書入邊，記錄咗當時德國西部，即係而家阿爾薩斯一帶一個好得意嘅習俗。有一隻復活兔叫做 Osterhaus， 會喺草叢間生彩蛋，仲會埋喺地底添。如果小朋友乖嘅話，就會喺復活節當日揾到呢啲蛋作為獎勵。就係呢個愛嚟氹細路嘅習俗記錄。朱古力廠點會放過商機啊？既然整得朱古力蛋，就整埋朱古力兔啦。咁點解朱古力兔仔入邊又唔收埋啲糖果或者玩具呢？
你估佢哋未試過咩？只不過由於力學同運輸嘅問題，朱古力套比較易爛。既然係咁，廠商梗係唔會做蝕本生意啦。仲有，大家試想下，如果要喺朱古力套入邊攞翻啲糖果或者玩具出嚟，首先要將隻兔仔分屍，家陣慶祝復活節啊！你就要啲小朋友懟冧隻兔仔，唔好啦啩？回顧呢3000幾年歷史，我哋可以見到慶祝復活節嘅理由不停咁演變，由最初慶祝可以享受溫暖嘅陽光，到踏上自由嘅新旅程，再到追求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其實呢啲演變嘅背後，由始至終都係源自於人類對生命嗰份熱愛，同埋對未來嘅盼望。呢種努力生存嘅態度，或者先至係復活節帶俾我哋真正嘅意義。唔知你又認唔認同我嘅睇法呢？好啦，今集就嚟到呢度。如果你喜歡呢條影片嘅話，記得留言話我知，仲要訂閱、讚好同埋分享啦。我係力高，祝大家復活節快樂！我哋下個禮拜日再見，拜拜。